人讲3月小妈祖，彰化市南窑宫妈祖为今仔日开始7天6暝本港进香的行程，来回是要到300公里远。今年是2马5，也就是2马甲5马做伙去进香。沿路有信众准备点心，甚至还有出现台语的精神飘语，甲这进香的民众支持甲鼓励。来进香，你辛苦啦！彰化南窑宫进香有一句俗谚，讲大马进香爱食鸡，2马进香爱玩鸡，3马进香爱撩鸡。今年是2马5，2马甲5马是妈祖会员上济，进香人数也是上济上热烈。今年南窑宫往到本港进香早起起驾，要行超过200年的古香路，沿路会经过彰化云林嘉义，来回要300公里。历史正悠久的南窑宫进香，应该是全台湾上界大进香活动。这回2马5去进香，若随乡的信徒真多，沿路也有信徒提供点心，做伙来参与进香活动。因为咱行过，所以知影伊欠啥，所以发起大家好朋友做伙来做这个点心站。沿路提供予进香客物件5花10色，唔若有食的啉的，甚至又个顶头摇台机子，要甲信徒安慰鼓励。进香香客都真辛苦，暗时啦，行有梦电啊，有迄个就所以准备这药膏，用阮太子元帅咯，甲你敷敷咧。今年妈祖香期是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一年，无论大家妈祖进香，也是南窑宫进香，拢出现济人阵，也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的热情。记者郑家豪综合报道。